恁城楼上的滋味如何咧？哼，臭反婆啊！伊毋免大甲阮口甲笑。今仔日你将阮5个兄弟啊，绑踮这个城楼顶，互阮一个歹看，这个冤仇绝对要甲你报。敢讲你有迄个本领，逃出本宫的掌握之中？是我咧无？你嘛是讲你咧食牛了？你是用着迄个蛇孙啊，甲阮掠着啦！你也有才调甲阮放开，一刀对一刀，一枪对一枪。我狗人蛮啊！我跟你讲，你若搁敢对阮公主无礼，我就向你先断掉。唔是还啊，臭反婆，唔是还啊！我嘛，伊若搁无，我就你出一个瓜子。我讲你咩无？死我哪仔，臭反婆，臭反婆！我的狗人蛮你啊！八方殿，公主，这狗人蛮诬告刑兵犯戒，假官斩将，又搁用污言来骂公主哩，不知高神将伊开刀处斩。魏延子，是。5位的将军。如今宋军已战败，战官论罪，是应该台。恁若听我的劝解，导航我忙便受灾。我天条大将。条可断咯，阮宁可断条，不来行冤。你呢？被擒生死，我不管，我替你赶紧，莫夜来何还？勇敢，勇敢！那恁两位敢讲都唔惊死死啊？混咯！迄那我你义哦，也我张张，头长也唔起来顺从。你若要叫阮投降，你休想，免抬着开刀，免搁参详。开嘴呀！来问我兄弟讲话，敢会唱啊乖？我有你袂抬，也袂顾我这个老强老早，也无会想啊我。反婆啊，你也免踮咧阮的面头前，搁我咧点位啦。啊，免想讲掠着阮5个，吼啊！你都安尼真下败啦，你都爱知影呢。若阮大哥得逞元帅啊，论武艺比你强，论法术也比你悬。要若互伊统兵一个交吼，哈哈！我看恁遮随个啊随个啊，敢若咧甲恁剁菜头咧，死到杀到你片甲不留。哦。恁认为狄青有迄个本领来救人心？安怎？哦，你想我无才调哦？喂，你这个臭冤婆啊！啊，你明明是无听到风声呢哈！若是讲阮狄元帅吼，伊相当是力斩王天华，抑搁吼伫南清宫收妖怪，无啊，伊即个英勇的故事，你大概无听到的款哦。哦，力斩王天华，也捌收过妖啊。啥款？惊着也死！臭反婆啊！老实甲你讲，阮大汉是安尼尔哦，曾经伫咧金鼎夜馆收服妖怪，伊也搁伫咧大龙山刀斩战天龙，治下朱敖彩月。黑命公主，这狗人蛮，花椒不好，留计何用？不如将伊杀。班长，假使若要杀伊，等
清了后，就到顶台。是，压落去。哪里啦？将压落去。是。阿龙阿妈，来遐看你啊！走。赶紧行了，莫笑了。走。想袂到，中原的将士个个拢是骁勇善战，尤其是迄个狄青。会记得昔日我在罗山艺城特别下山的时阵，师父捌甲我讲过。道理，你虽然身在东藩，但是你心属中原。道兵之日，就是你婚姻之期。你甲中原名将狄青有宿世良缘。今日一见狄青，看伊生成一副的英雄气概，莫非伊误入神仙谷，就是天意的安排是？天明公子，南蛮元帅狄青已经率领大军到城下，叫官突进。狄青，公子，是我出关擒拿狄青。唔免，今日无要出兵，容易攻关。啊？为什么？我要看狄青有多大的本领。假使今仔日伊若破不了关，明日本将则亲自出兵，将伊生擒活了。切，然后你知我帮公子的厉害吼！哼，环保靠着社事相连，事事是本定。狄青，今仔日你已经被擒了，你还有啥物话通讲哈？狄青虽是高翻州先生谷，将今夜向恁来伫道歉，如今被擒，要台要国，偏在要你有啥物话通讲？公子，狄青无端犯戒，理应车斩，以为上君。万正是，狄青，你爱本将杀人，这并非是难事。我是替你可惜呢。你这样的少年就抛下你的双亲以及妻房，安尼敢未免伤过无负责任哈？对面，死环保啊！哼，狄青夫死无存，还阁有中者伫奉养，妻房未娶，有啥物牵挂？要抬就抬嘛！你也未娶啊？哇，死环保啊！你这样是啥物意思咧？狄元帅，这是阮公主伊的一番好意，为你准备好酒好菜，你食看卖。阮先生哥的口味是毋是原来袂歹？哼，啥物人要食恁环保的物件咧？给我摕来过来！这是毋使好。对，你也来。
要凄惨的啦！月晶，相互调调，后悔内面，就算讲我会当走出去，也无面回声啦。哎，迄是啥物气味？大哥也有酒菜通食。啊，好了诶！加目加哦！对啊，哪会？抓！现在你在创什么？要啦，以后足济工的要食啦！安尼袂酒环保的物件你若要食？哎呦，4、5天无食了。大哥，你毋知影，我领着掠入这石落来，3顿拢凊饭凊菜，实在无法度人食，大家枵足济工的啊！啊，元帅啊，管你3、7、20印，巴肚枵到要死，食者嘛做饱鬼。迄只鸡头咱甲煎过，等过来。等一罐过来啦。变啦变啦吼，拍足久的啊！你快快快快！哎，你手快快！哦，紧啦紧啦，迄块。来，行嘞吼，来行嘞，迄个互我，迄个互我。哇！哦，对。哎，地元帅，怎样？这酒菜拢无合你食是？哼，死环婆，是可杀不可救。你为什么用这个态度来侮辱我呢？地元帅，我无迄个心意要来侮辱你，你毋好误会哦。来爸，我甲你讲哦，你若是乖乖哦，将阮大家放出来哦。你若是无哦，有一天阮朝廷叫兵若是来，拍打你皇阿国，家教不良。哎呦哎呦！你这搞人嘛？哼，你著靠喙斗咧，你莫后白骂人好？还不要哎喂，我干嘛叫长官你？，没无咧。地元帅，你率领宋军五国来侵犯我邦，又搁杀死我国的4大将军。假使本将若肯放恁倒转去，也恁国是要用什么来赔偿我国呢？如果公主肯把阮兄弟倒出来，本帅自动向阮天子请罪，并且送珍珠宝物交在女方，赔偿四将之死。哦，珍珠宝物啊！哼，什么人要伫你的珍珠宝物？那安尼，以公主的意思，你是爱直接安怎要赔偿你呢？这，地元帅，假使你来当甲5大将军来投降我邦，不但前程可以化消，而且本将还当保你高官厚爵、荣华富贵。我是代宋的子孙，是君风浪，保君恩，调情随时不就论，气凌本国气相君。虽是真重报君恩，你在哪里多为心？留在我邦管一品，荣华富贵享众心。哼，直枪，毋是阮卖国九有出人。地元帅，这是阮公主伊的一番好意哦，你毋通袂记，恁的性命拢还搁伫阮公主伊的手内咧。对，直枪是堂堂大国之上，官做斩条鬼，不为卖好咯。
永利，你是安怎嘞？是安怎你这边回社，逐工拢安尼闷闷不乐？你有啥物心事是？无啊，无啥物啊。永利。西做一表的人才，英雄气概。可是，你也知影讲，伊是中原的大将，啊，你却是咱神仙国的公主啊。有许，你是讲？永利，虽然我帮甲大嫂救伤互无，啊，毋过赵青即摆诬告兴兵犯界，夺官斩将，恁父王是十分的震怒啊。有许。事实讲，伊狄青并无毋对，伊是奉宋朝天子来征召西辽，误走国都，才会侵犯我邦。而且讲，咱邦的三官四将嘛有几分的毋对，伊一个看宋兵才赢，就不分青红皂白，起兵来攻打人啊！这你莫阁讲，这我拢知影。我捌考劝过恁父王，也劝过赵青因。投降我邦，啊，毋过赵青伊却是死也不从啊！有许，敢讲你一点仔办法都无想？唉，赵青若是肯投降，我嘛是真介意做我囝婿啊。只是，有许，努力求你去劝解父王好。这我嘛是无办法。公主。公主，姚小官，公主王妃哦，啥物代志遐尼咧疯狂呢？启禀公主，代志毋好啊！狄青伫咧银安殿抢了龙主，龙主已经下旨要将狄青押去刑场处斩。